有民众伫网络顶买4套的号码，想袂到所收到的号码面顶竟然有印婚姻关公务处的字样。民众质疑公家机关的号码为什么会使摕出来卖呢？来看婚姻关政府安怎赔回。 民众伫网络打出一张相片，这领柑仔色的号码有印婚姻县政府公务处的字。伊讲这领号码是伊买的，也毋过摕过手了，发现讲这领号码敢若是甲县政府的同款，互伊质疑讲是安怎公家单位号码会流出来。这卖出去人签罪的，照行专面嘛不好。 婚姻县政府高工局人员提出新的号码，讲伫2档外前，县政府就将公务处改名变成交通公务局，当时号码都已经拢换新的，换这款青色的。这套号码是因过单位国叫公务处的时发予当人称的。这一套厂商说100零美元就停产了。 高工局人员为出来变出这领旧号码，因为用真久啊，所以讲有小可变质。当时嘛有提出采买单。 旧的号码伫2014年买51套，2015年佫加买10套，12档过去啊，号码早就已经停产啦。那呢，这个民众退号码是对于倒位来？我们也请中国人进一步再了解，我们可能接下来可能也去跟相关的这个贩售的单位去了解巡查到底这个东西他们是怎么来的。 高工局认为讲，除了厂商将用过库存的佫摕出来卖以外，嘛有可能是局内人员卖出去的。目前已经请政风处理调查，要找出旧的号码留去到市面上的来源。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